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 Catherine Go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就係太子道西麒麟閣嘅單位。依家我哋一齊嚟望下。位於太子道西嘅麒麟閣，佢嘅位置呢就係行去 Moco 只需要5至8分鐘。另外鄰近太子鐵路站。今次為大家介紹呢一個呢，就係 D 單位。單位嘅實用面積1292尺。依家呢，我哋就係睇緊單位嘅飯客廳。飯客廳呢就係呈 L 型嘅設計，間隔四正實用，擺家私呢都非常之容易。依家就係從客廳嘅窗嗰度可以望到出去呢，主要就係望返太子道西一帶嘅遠流景。單位係屬於3房嘅間隔，首先呢就係望下主人房。主人房面積相當實用，靠牆位置呢都做咗入牆衣櫃。近門口位置仲有一個衣帽間。主人房浴室裝修簡潔，沖涼嘅地方呢依家係改咗做企缸。主人房隔離嗰間客房呢，面積都唔細㗎，門後邊呢做咗一大排嘅衣櫃。浴室儲物空間相當充足，洗衣乾衣機呢都係擺咗喺呢個位置。客廳另外一邊呢，仲有一間客房嘅，呢一間客房呈長方形。依家就係望埋個廚房啦。廚房呢就係做咗一大排嘅櫥櫃，有充足嘅備餐空間。廚房另外一邊呢就係單位嘅工人房，工人都有佢自己休息嘅地方同埋獨立用嘅洗手間。今日就介紹到呢一度啦，多謝晒大家睇我嘅影片，中意嘅話就記得讚好、分享同訂閱我頻道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